不断的用前手拳。这个张梦控制位置，还是比较年轻的队员在全国U18的比赛当中取得了一些不错的名次漂亮，身材条件非常好，是，这就是我们优秀的苗子我们国家队以后国家队需要的人才。是不断的用自己的左手，不断用这个前手去刺探对方，打乱对方的这个节奏。对方现在肯定是想要跟你去这种近身的，因为他的手没你长，那肯定要近身来打，所以你就和你对拳是，必须要不断的把你的这个前手控制技术一定要上，把他伸在前面，要控制彼此间的一个距离。没错。其实有时候运动员一种本能的反应就体现出了智慧不是教练教出来的。其实遇到危险的时候，人的本能呢会出现一种反应怎么保护好自己？对，而不是技术动作的关系一种意识。这个它跟这个大自然的这个动物是一样的，趋利避害嘛。你首先是要这两个人比赛，它就是这样的。没错，这个比喻很对漂亮，保全，这个队员不错这是一个好苗子，真的是他这个在这个级别，他这个身材条件真的是，我觉得是一个可塑之才。应该这种先天条件是可能教练员最喜欢的。没错，有速度有硬度这个。他很放松打拳没那么紧张。是，虽然是遇到这个成绩比较好的运动员也没这么紧张的情绪张梦哥还是要保持这种距离上的控制。如果让对手靠得太近了的话，对他的威胁是比较大的，对手的力量比较大。漂亮，这是正常的贴靠。好，第一回合比赛结束非常不错。第一回合张梦哥表现还是可圈可点的。对，上来之后利用了自己的优势。好，我们看最后裁判给的分4-1。给到的是红角的张梦哥。请助手退场，7 out。第二回合比赛开始。第二回合。张梦哥其实还是比较聪明的，对手这个破定这个距离之后，他马上就贴靠，这个是但对手的这个拳呢真的很重要特别小心我觉得还得加一点脚动作调动一下，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对吧？好拳，有效的击法。节奏已经控制住。
感觉好像两个人的体能都有下降。对，到这个时候第2回合。刚才场边也是张梦哥的队友，在昨天比赛当中有过亮相的郑璐。对，郑璐，很卖力啊，加油，好朋友。郑璐的加油声音非常清晰啊，就这样打，我们也听到了他在场边这样提示，甚至他声音都已经盖过了场边的教练了。对，非常有意思的画面。都是无效的，助攻，体能消耗很大。第2回合结束了。第2回合3比2，裁判的判定是3比2给到的，领先的一方还是红角的张梦哥。客观来说吧，从场上的表现来说，两个人也是旗鼓相当，应该说这个判罚也是比较合情合理的。对。请助手退场。来，最后一回合，3回合。第3回合看谁的决心更强一点，这可是半决赛，胜者要进入到决赛当中啊。这个意志力更好。我们这次赛事，哇，连续的对轰。这次赛事的话，虽然是一场这个邀请赛，但是还是给运动员有准备相应的这样的赛事的奖金的。对，冠军的话将会获得3000美金的。没错，也是个不小的数目。亚军是2000，季军是1000。哎，牙套是不是打掉了？我发现打拳击的这些女孩都是非常外向的。你看这个郑璐在场边那个加油助威的声音啊，真的，我感觉她可以当教练了。一直在鼓励自己的队友，漂亮漂亮。其实这就是一种心理上的鼓励。对。运动员啊，在比赛当中啊，要思维啊，思远、思辨啊，要树立超前性的思维啊，预判性的准备啊，打破认知局限，才能取得理想的这样一个比赛成绩啊。
感觉张梦哥好像体能有下滑了，刚才他那个叉腰的动作已经暴露了他体能下降啊。这种动作其实在场上尽量少做，对，因为对手会观察你的。对，聪明的运动员就打你的弱点。因为很多女孩子她可能体能下降之后，她就会双手叉腰。对，这种动作反正在场上，尤其像这种与体能很关联性比较大的比赛的话，尽量这是比赛经验的不足，实际上是没错，尽量少做。双方的体能都下降得厉害，还凭着那个意志力往前走。我们说，当这个你的所有的技术都已经用穷用尽的时候，对你打到这个弹尽粮绝的时候，只有意志能够带你走向胜利的彼岸。没错。第3回合马上就要结束了。比赛结束。这场比赛双方可以说确实已经是最后体能都已经完全耗尽了，弹尽粮绝了。看看最后裁判的一个最终的判定。这是我们今天晚上的第1场女子的66公斤级的半决赛，也是今天晚上的总共的第3场比赛。来，我们看看裁判的最后的判定。红脚选手张梦哥获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那么他提前就锁定了一个女